Hello，大家好，我係 Branso， 今日嚟到 K11 秒書啊，開箱法國沙龍香水品牌 Serge de Tange 嘅全球首間全新概念店，並介紹 Serge de Tange 最新推出嘅 Royaume de Lumiere 流金時代系列最新嘅香水故事。Let's go！一入到嚟咧，就覺得同以前 Serge de Tange 專門店氣氛咧好唔一樣。以前就係一個暗黑圖書館嘅風格啦，而家係明亮開放、奶白色調、好柔和暖嘅自然燈、法國宮廷嘅感覺。靈感源自巴黎皇家宮殿 Palais Royal 嘅旗艦店設計，優雅簡約體驗品牌嘅風格。咁喺介紹香水故事之前咧，先介紹一下 Serge de Tange 嘅品牌背景。咁 de Tange 先生本身就係一個 Vogue 嘅 photographer 啦，咁佢喺認識咗不同嘅大品牌之後咧，就做咗 Dior 嘅 Creative Director， 然後有一次聚餐就撞到 Shiseido 嘅社長，然後就被刮角去 Shiseido 幫手推出咗全球第一支中性嘅香水，就係呢支 Féminité du Bois 林之無味，結果就非常之大賣啦，所以 Shiseido 嘅社長就支持佢創立同名品牌 Serge de Tange， 而將林之無味咧成為 Serge de Tange 第一支旗艦香水。同埋我近排介紹過嘅 La Vie de Berlin 柏林少女咧，都係喺 Collection Noir 黑色禮服系列。我之前喺影片介紹過嘅盧丹氏之水啦，就喺 Martin Lutens 嘅系列。然後仲有香水迷最中意嘅吊鐘瓶系列，最近都有介紹過嘅 Majesté La Rose， 所以今次就重點嚟介紹 Serge de Tange 最新推出嘅 Royaume de Lumiere 流金時代系列。流金時代系列用咗皇室深紅色絲絨珠寶盒設計，每一款作品都好似藝術品咁珍貴，配上16世紀摩洛哥盛世嘅摩爾圖案，更顯華麗光芒。咁第一支香水係 Zouave 一指紅月。咁 Zouave 係講緊一個古時阿拉伯嘅智者族群，一個精英分子啦。咁當時東方嘅造紙術咧，經由絲綢之路傳播到西方，但係西方就唔用毛筆，就用鋼筆。西方人就話：喂，但係你啲紙就係啱毛筆，唔啱我啲鋼筆喎。所以咧，佢哋就改良咗造紙術，翻咗世界唔同嘅書籍，仲設立咗歷史初期嘅公立圖書館，促進世界文明嘅傳播。所以 Zouave 主要係想做到舊書或者圖書館嘅香味，主要嘅香調係 Iris Leather 同埋 White Musk。古時嘅貴族咧都係中意用皮手套嘅，但係當時嘅皮手套咧係有陣動物味嘅，所以當時嘅皮匠好中意用香水咧去中和翻呢個動物味。咁而我都覺得 Zouave 係有少少 animalic 嘅 leather note 嘅，而 Iris 係有少少傾向根部 orris roots 嘅香味，但係咧去到後調咧佢嘅動物感會退去啦，佢嘅 Iris 同埋 White Musk 咧會慢慢浮上面。咁品牌咧都透露咗呢支香水用咗真實而非常之昂貴嘅 Iris 精油。中意 Iris 嘅香油或者有書館味嘅文青，一定要試下呢支 Zouave。咁第二支咧就係 Sidi Bel Abbes 西迪貝勒阿巴斯之木。咁其實咧呢支咧係喺我成個系列入邊自己私心最中意嘅，竟然係我平時唔係太中意嘅一個美食調嚟。咁 Sidi Bel Abbes 就係一個阿爾及利亞入邊一個著名嘅駐軍小鎮，入邊有好多唔同國家嘅軍人啦，主要係重罪嘅罪犯變成軍人嘅聚集地。咁de Tange先生就回憶起以前喺呢個地方咧，就見到一啲軍人愛上咗當地嘅女人，但又唔敢示愛，因為驚喺戰爭入邊死亡啦。就算戰爭完結咗咧，呢段感情咧都會完結。所以 Sidi Bel Abbes 就會聞到陣陣嘅煙草同埋俄羅斯皮革嘅香味，因為軍人喺生死壓力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吸一啖煙去化解壓力，亦都代表命運嘅唏噓。咁而 Note Breakdown 咧都有一個特別嘅 note 係 Sand Note， 係代表呢個沙漠激情嘅一個剛陽嘅味道。獨特嘅位咧就係其實佢係有一個 beeswax 嘅香調。聞起嚟其實係真係有啲美食調，好似 cupcake 嘅香味嘅。後調呢種蜂蜜嘅甜味冷卻咗之後咧，加上少少嘅 smokiness， 令到 Sidi Bel Abbes 真係好淋漓盡致咁呈現到呢種又甜但又有遺憾嘅愛情。通常我自己最驚 gourmand 咧就係太甜，但係呢支香水嘅後調咧嘅 beeswax 咧其實會慢慢退掉啦，同埋佢嘅煙草同皮革咧都會中和咗佢嘅甜味，令到香味非常之中性，係一支獨特得嚟又幾易用嘅美食調。我自己呢個 list 最中意，所以建議大家試下。第三支咧就係 Crémeuse de Flamme 噴火女郎，就係講緊馬戲團入邊一啲噴火嘅表演者啦。咁通常咧都係一個男士嚟嘅。噴火女郎就係講緊de Tange先生想致敬一啲無畏無懼嘅女性，一啲咩都敢做嘅女人。個 concept 有少少似 La Vie de Berlin 柏林少女，一支帶刺嘅玫瑰，堅強嘅女士。噴火女郎主要嘅香調咧就係大馬士革玫瑰、麝香同埋皮革。咁一開始會聞到好濃郁嘅玫瑰，伴隨住少少 spicy 嘅 leather。但係越去到後調咧，嗰種麝香咧會越嚟越 soapy 嘅。我覺得係由一個帶刺嘅玫瑰，最後變咗一個小鳥依人嘅女人。
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頭嗰3支咧，基本上都係帶有皮革嘅香水嚟嘅，而最後呢2支咧就係落重本用咗真實嘅沉香精油嘅2款香水。咁首先介紹呢支 Tarab 字面上形容喺阿拉伯一個音樂嘅類型。咁呢個音樂類型咧會引入當地嘅人跳舞時候進入一個心流嘅狀態，一個 flow state， 係一個忘我嘅境界，忘記時間，係咁喺度跳舞嘅感覺。咁其實呢2支香水咧，L'Autan先生都係想致敬路易14嘅。咁 Tarab 就係想致敬法國君王對於芭蕾舞嘅熱愛啦，同埋推廣，將芭蕾舞標準化，推廣到全世界，並將芭蕾舞作為一個貴族必須識得欣賞嘅藝術。咁一陣都會再提及咧，路易14喺歷史上咧都係好中意使用沉香嘅，所以 Tarab 嘅香調咧主要係 Turkish Rose 加 Oud 嘅 combo， 仲有少少雪松嘅 woodiness， 而仲加上一個特別嘅香調咧就係 Candied Fruit， 咁係有少少似冰糖葫蘆嗰種酸酸甜甜嘅香味。如果大家中意 Oud Rose Oriental 嘅香水，建議大家試下呢支 Tarab。最後登場嘅咧就係呢支 Bois Roi d'Argologe 御用沉香。咁相傳路易14咧其實係冇沖涼呢個習慣嘅，咁所以就會每日都用唔同嘅香水。咁佢喺凡爾賽宮直情係有一個調香師咧，每日幫佢調製唔同嘅香味。咁由於佢用嘅香味太多咧，呢啲香水嘅 formula 係冇被歷史記載嘅。但係有一種香味咧有被歷史記載咧，但係佢喺寢室用嘅香味同埋佢衣物嘅香味都係好中意用沉香嘅。咁而呢個 formula 仲有名就叫王者之木，用咗只有皇室先可以用嘅沉香、廣藿香同埋琥珀，所以呢支香水其實係想復刻翻歷史上法國君王路易14嘅一個簽名香。咁而品牌都一再強調咧，呢2支香水係用咗真實而昂貴嘅沉香精油嘅，特別係呢支御用沉香咧係用咗香水可以用到最高比例嘅沉香去做呢支香水，亦都係 Serge Lutens 暫時成本最高嘅香水。中意沉香嘅香水迷咧，真係必試，特別係想試下真嘅 Oud 究竟係咩味，亦都執着香水係要用真嘅 Oud 嘅話，非常建議大家試下呢支御用沉香，古代法國君王路易14嘅 signature scent。好，嚟個總結，圖書館舊書嘅香味 ，Iris Leather 同埋 White Musk 可以試下呢支 Suava， 浪漫帶遺憾嘅愛情 ，Tobacco Honey 嘅美食調可以試下呢支 Sidi Bel Abbas， 一啲帶刺玫瑰但最後小鳥依人。Turkish Rose Leather 同埋 White Musk Precious de Flamme， 進入藝術嘅忘我境界，可以試下呢支 Oud Rose Combo 加冰糖葫蘆嘅 Tarab， 古代君王路易14嘅 signature scent Bois Roi d'Argologe。流金時代系列嘅香水全部都係用 off parfum， 留香時間係完全唔需要擔心，亦都聞得出咧佢哋用嘅香料咧真係非常昂貴，亦都有啲真實香水精油嘅感覺。多謝 Serge Lutens 邀請我嚟介紹呢個香水系列同埋故事，建議大家嚟 Serge Lutens K11 Musea 全新概念店去感受一下流金時代嘅魅力。品牌亦都提供咗免費個人化香薰配對服務，完成後可以免費獲得一份免費嘅香水體驗套裝。大家快啲撳 description 嘅連結登記啦！好，呢條片就嚟到啦，中意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to 我嘅 channel。我哋下條片再見，再次多謝 Serge Lutens 嘅邀請，拜拜。呢個就係法國國花魚尾花啦，其實都有少少似魚，兩條魚喺度，因為 Lutens先生係雙魚座嘅。由呢啲圖案咧，就係、你知 Serge Lutens 嘅香水全部都係法國同摩洛哥嘅元素，所以呢個係摩洛哥嘅摩爾圖案啦。咁呢個係 Lutens先生新整 Serge Lutens 嘅一個 logo。